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又嚟到超短潛水札記。咁今次咧就翻轉頭，我哋去翻呢個 snorkel 呼吸館。咁大家見到咧，我首先會俾條片大家睇，呢條喺迪卡龍嗰度咧，我特登拍嘅。咁其實主要想俾大家睇下咧，其實所謂嘅嗰啲叫做dry tube 啊，即係乾式或者半乾式嗰啲咧，係點樣嘅形式？咁其實就係靠佢嗰個黃色嗰個咧，係識得活動嘅嗰個叫做活塞啦。咁佢就可以係控制到究竟幾時俾水入，幾時唔俾水入嘅。咁至於成個原理咧，我就唔喺度講啦。咁另外咧，你再見到後面咧，其實我呢度咧會俾咗大家睇咧，有一啲飲管啦，有唔同嘅長度啦。其實想講嘅咧就係話咧，其實 snorkel 咧一般嚟講咧，係廠家出廠嘅時候已經佢哋已經係 set up 咗一個標準嘅長度，咁但係都會有一啲唔同嘅廠或者唔同嘅模式咧，就會有啲長短啦。咁當然呢一樣嘢點解會長短咧？其實就係睇一個人嘅肺活量啦。咁如果你一個好矮小、好細粒嘅一個人啦，唔好話一定係女仔啦，女仔更加啦，因為個肺活量會更加低啦，通常都咁嘅話咧，其實用一支短啲嘅管咧係會方便啲嘅，好啲嘅，因為一支管裡面咧嗰個管裡面本身有一個叫死腔嘅東西，裡面啲空氣咧係交換唔到嘅。咁你必須要係每一次嘅呼吸咧，無論呼定吸都要大過呢個死腔嗰個容量咧，你先至可以做到一個有效嘅呼吸嘅。咁所以咧要選擇一個適合嘅管咧，就係話必須要你嘅肺活量係大過支管個死腔嘅。咁所以如果有啲女士們或者啲細粒啲嘅朋友仔，可能要揀一支兒童用嘅管啦，因為兒童用嘅管咧通常設計會短啲嘅，咁呢個就會方便咗大家。咁而後面咧搞笑嘅啫，即係條飲管咁長，咁一定呼吸唔到啦。咁你喺陸上面就冇問題啦，你吸多幾啖氣，呼多幾啖氣，咁你自然就做到啦。好啦，咁今日就到呢度，咁snorkel 亦都講到呢度啦。咁下次又有新題目，咁多謝大家繼續支持。咁就YouTube、Facebook、IG 都會有出片啦。咁歡迎大家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。Thank you，拜拜。